嗰個課程叫做教練學，即係話你作為一個教練，咁其實係應該有相應嘅知識要具備嘅。第一樣嘢，我必須要好強調咁話俾你聽，一個教練你必須要識得去風險管理，因為運動嘅教學咧一定有好多風險嘅。而最首要嘅風險咧，你必須要認識一個安全嘅風險。因為如果你教得幾好都唔夠嘅，冇用嘅，未夠嘅。係啊，只要一個意外就可以摧毀晒你好多嘢。係啊，所以作為一個教練咧，安全嘅意識係一定要擺喺第一位。無論你教得幾好或者幾唔好都好，所有你只要參與運動訓練嘅話，就一定要去諗呢樣嘢。而呢樣嘢亦都係最重要，我必須要第一件事要同你講嘅就係安全。係啦，咁所以咧運動教學咧風險管理應該係以第一個優先嘅考慮之後先至講教學質素嘅只要從事身體活動咧，就一定會有風險㗎啦。係啦，咁專業嘅運動教練應該要對危險嘅因子有察覺嘅能力，察覺啦，唔係就係喺事前望到咁簡單啦，係隨時出現嘅。今朝都有講過，係隨時出現嘅。咁所以咧，你必須要去諗下，你點樣去發現問題，然之後去處理問題，直至到個問題要解決。咁教練係咪一個專業？好多朋友、好多學員、好多你在座各位其實都覺得教練係專業嘅，呢個係我覺得好高興嘅安慰嘅。呢個教練真係一個專業嚟嘅。點解咧？你有冇做過運動員咧？係咪做過運動員就可以教到波？咁如果你係做過運動員就可以教到波嘅話，咁人人都會係老師啦。點解啊？人人細個都返過學㗎嘛。咁畢咗業，無論中學好、大學好、碩士好、博士，咁你教學完出嚟咪就係教書。咁仲咩要去讀教育位做老師啊？去讀4年嘅教育嘅教學。咁所以籃球教練或者運動教練係真係一個專業嚟嘅。問題係啦，教練需要識幾多嘢？成功教練嘅成功準則係啲乜嘢？當然我希望問完之後咧，係希望你喺腦裏邊去諗一諗，教練需要識幾多嘢，或者佢應該點樣先叫一個成功嘅教練？咁其實咩叫專業咧？專業就真係有定義嘅，佢擁有獨特嘅技能啦，佢有專門嘅知識嘅，有長時間嘅培訓、足夠嘅培訓同埋準備嘅，同埋佢會不斷持續咁終身學習嘅。咁第三個條件就係每一個專業都要有一個道德倫理，有個操守，佢有個素養，佢形象喺度嘅，唔可以無論喺邊一個向度，佢係咪喺個職業嘅角度裏邊，或者職業之外佢生活嘅情況，佢都有佢嘅專業形象喺度嘅，佢必須有佢素養喺度嘅。係啊，咁呢啲係有佢嘅道德倫理操守喺度嘅，有規範嘅，有佢個奉獻精神嘅，同埋佢嘅行為舉止其實都有佢嘅一個約束喺度嘅。所以無論喺教練，無論喺球場裏邊或者外邊，佢都會受到一個專業嘅形象嘅規範。當然呢個規範我哋香港暫時未有，但係呢個規範係自己俾自己。咁另外佢嘅行為舉止我哋都會規範嘅，你必須要表現積極啊、熱情啊、正面嘅，俾啲學員家長見到啊。你唔會對住學員你都好攰啦，你都好攰啦，你唔會咁㗎。係啊，你因為你要教佢，你都希望佢正面積極㗎嘛，所以你唔會 show 一啲呢個模樣俾佢睇嘅，同埋唔好出現啲負面嘅説話態度，或者嘲笑啲學員唔好否定佢，唔好指責佢，唔好關佢，唔好做啲負面嘅比較呢啲其實佢都吸緊你嘅。第一，你會幫佢唔到建立佢嘅自尊；第二，佢學咗你嘅嘢咧，佢第日都會咁樣對住人。同埋你要隨時留意同學員身體嘅距離。頭先我有啲小朋友中意匿喺你後邊嘅。你隨時留意周邊有冇小朋友出現喎同埋咧有需要嘅時候先會同佢做一啲鼓勵鼓勵嘅時候先做啲接觸嘅嘢，同埋要留意接觸嘅部位，尤其係異性，甚至乎男同女，男教練對女學員，你可唔可以同佢快發可以嘅，但係你有需要同佢快先，同埋你快係手掌嘅部位其他地方真係冇掂啊！男教練、女教練對男學員都要小心，但係一個規範就係男教練對女學員好小心。有時啲家長放在眼喺側邊睇嘅，我曾經試過啲小朋友買嚟。啲小朋友好中意衝到你面前，直頭同你身體接觸㗎。我就試過咁嘅，我攞支海綿棒頂佢嘅，你買嚟，咁咪唔話佢買嚟，夾住佢，仲係頭兩個係女仔嚟㗎嘛。作為一個教練，你就要去避免呢樣。咁係啊，跟住啦，一啲接觸啦，呢啲男教練對女學員咧，你話呢啲有冇需要咧？係有需要，我覺得都有需要嘅。OK，咁呢啲有冇需要咧？外國教練呢個好正常、好普通嘅係啦。咁喺香港呢個環境就真係小心啲啦。你有冇一啲function上嘅需要咧？又或者你會藉住function上嘅需要去做以下嘅嘢咧？而家肯定係啦，你教練同學員拉筋係可以嘅，但係問題就係，如果男教練咁樣幫個女學員咁去拉筋咁多，係啦，你都必須要小心。
OK， 你我係專業啊嘛，你見到個學員喂佢抽筋幫佢拉下筋，好正常係咪？或者佢嗰度喂我好攰啊，幫我按摩下，好正常係咪？咁但係問題就係你用咩心態，同埋係咪真係有呢個需要？尤其同埋係異性之間，唔好話男女啦，異性之間有冇呢個需要？係啊，或者會唔會有其他嘅辦法可以解決？或者你身邊有個女作家咪叫佢同個女學員拉筋咯？係啊。